go 建筑，Ugo 建筑。又在很高的建筑，他是在天屋林哎，但完全没有关联啊。欢迎大家来到夯艺板上松。那大家一样，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入独家暗字 C， 没错。那今天要暗字 C 什么呢？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係景彤，乃非好哭合花。都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贝基，乃美味好，嗨，合唱团，看你怎么说，合花，怎么会问他？你为什么问他？大家好，我是瑞士屏東體育館的 Albert。等下示範嘅時就係好好教你講合花。哦，好啊，好。還有，大家好，我係好友天 ，A.K.A. 娘伴先生，娘伴。大家好，我係苗栗的龚先生啊，咩咩好彈琴，好吧。非常感谢大家非常认真的学习我们客家话。那今天要担任我们猜题者是客语程度非常好的 Albert。不是，今天是海陆腔，我不能講自己客語程度非常好，我就會被罵。遊戲規則，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，是個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，和講用漢語名出來。成語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。通解人有200機會，係講頭一擺推唔錯，第二擺就得使用 QQ。大家強合作推出答案，是做得半信息不留。可以戴上眼罩跟耳機。那我們準備好了嗎？做對嘞。好，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台北。做對。我很怕撞哎。盡量不要用位置去那個。啊，那我這樣可不可以啊？好，3、2，寫論文嗎？好嘞。一樣對不對？對。像人家寫輕小說是不是？好，來，我們3、2、1，請翻版。啊，要擦了，我錯了。有撞了這。擦掉，如果有一樣的字要擦掉。江老師的很我有跟很貝基的很，需要啟幫眼老師救援，請自信。晚安，將晚安。講晚安。好，大家都 OK 了嗎？好，那我們可以 cue Albert 回來嘍。歡迎回來。做對嘞。大家都非常的有自信，我覺得你這一題可以的。可以。好，我們從江老師。最抖音大概所在啊群，再一次，最抖音大概所在群，最多人知道的地方，大挺近。哇，不愧是客語最好的 Albert。最多人待的地方，近。哦。好，我們辦線上。講晚安，道街。講晚安什麼？差一點。再改一下，前面3個字。講晚安，道街。完蛋了。好，那貝基。Ugo 建築，Ugo 建築。又在很高的建築，他是在天屋林哎，但完全沒有關聯啊。有，你要仔細想，對，仔細想。那邊有一條線。我們是已經有默契，我們是一家人。對，他們說我眼神很迷茫嗎？聽完這個答案你就不會迷茫了。秀黑了咯。我覺得表情太多了啦，但這個就黑了咯。其實我覺得你要翻他的，對，你要翻右藤，你要翻。第一輪的答案是，看有沒有接近。101嗎？快了。你要進入到第2輪嗎？非常 close。我們要選擇你要翻牌還是補字？念給你。翻牌。貝基幫你決定。那你要。他不錯。好，用版。那你要翻右藤對不對？好，右藤請翻版。用版。蔣萬安在那。OK 了嗎 ？OK 了嗎 ，Albert？我可以回屏東了嗎？可以。快了。好 ，Albert，我們第2輪的答案是。市政府。答案是
台北。那什么建筑？很101很高的建筑，台北。我刚才其实第二轮的时候，我想要台北，但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为什么人生要这么复杂？你写什么？就是最多人住的地方在哪里，然后很近，因为我怕他最多人住的地方讲印度啊，怎么办？汉語區就是點熟熟，上愛講威是碌碌，天出愛看漢語扮生熟漢語扮生熟。基隆3行8度7度8伏5度10至10南港上山台北。嚇，好燙啊！嚇乜嘅？台下去啊？台到新竹？唔係啦，我呢下大台北唔係大新竹啦，我早是搬上來32年咧。台到台北是好啦，今日嘅主題啊，是台北啦。哎呦，你話個 airport 啊，竟然會睇唔到呢？個見同事講咧，就係倆咯。個是倆位啊，韓國個背景咪講啊，當個嘅建築啊，江先生咪講啊，大英頂到嘅地方啊，其實喺台灣啊，大英頂到嘅地方啊，係新北市啦。不過講到個大寮、高寮、英到嘅地方，到倆位係台北啦。我上到我寫時節啦。個坐火車去台北啦，一出個火車站啊，我是話用個嘴啊會黑面啊，媽，我呢個雞你要當過，但係當多個地方是係兩位啊，個都市度啊要錢多個高樓大廈，自然樓你裝下都冇窮人啊，嚇，你們愛做乜個用扭來扭去哦，梗係因為台北啦。人口強多啊，睇緊用人佔來佔去，佢係本長島啦。台北高樓大廈，人佔人，個社區即去到台北啦，所以去到個百貨公司啊，唔係賣狗嘅，唔係賣衫賣褲賣鞋，唔係，我睇後係要件事，係坐個天台。要去個天台地圖啊，有個天台小子啊，天台上樓，天台下樓，窗門要叫樓，個鍵牌啊，我坐天台時面試會變樣，看下啫，唔係啦，個天台啊，個係玻璃嘅啊，看到我背啊，看個我背個啊，日個，哦，見過啊，個成日啊，即係快樂當簡單啊，樣是當快樂啦，唔係啦，個講正經。個看成啫，個按成日都絕對唔係看成啫，我係到睇咧就看成啫。你下屆啊，天台上樓、天台下樓啊，個左前邊就廣播咧，個成啫咪冇好看咧啦。大家坐天台嘅時啲啦，是睇喺度電梯上樓、電梯上樓、天台上樓，嘿嘿，跳下睇到嘅個天台啊，係電梯啦，天台。你下個台北啦，然後跳擺啊，差挺多咧，跳擺啊，嗱要乜個插潤好錯呢？唔係我係講古哦，個插潤啊，淡水風樹那種會上身，乜個？嗱掹配啦，插潤嚇，我再去配插潤係咩哦？唔係啦，我個陣樣我冇配你啦，我配睇3日呵，我冇水啦，我再去水木啦，chẳng lối了，我愛水木了。不行，我觉得你一定要得分，只是你有玩过这么久没有得分的来宾吗？哎，刚刚老师刚说我讲得很好，但是我听不懂，我真的听不懂。怪你，就会俩喽。我们会不会今天整天结束，然后没有我们已经人答对？要结束，因为接下来他们两个出来，我们会结束。